去第二啲地方警察行動法，你可以近入少少，唔介意。唔該晒，唔該晒，唔該你。
各位大家好，呢度係維園家鄉市集嘅位置。咁啦，大家見到剛才都有睇到我哋嘅片段，家鄉市集大概係佔呢度維園足球場嘅一半嘅位置，而其他位置都係圍封嘅。頭先見到有啲告示話係好似做維修嘅。但係暫時就冇見到有任何嘅維修嘅動作或者措施啦，只係圍咗圍板咯。至於家鄉市集嘅入口呢，就設於近銅鑼灣嗰邊嘅地鐵站入口嘅，而市集嘅正式嘅位置就大概喺維園近銅鑼灣地鐵站入口嗰邊一半之外，一半後邊嘅。即是近地鐵站咧，係天后嘅位置。
而近銅鑼灣嗰一半呢，就似乎都係空置嘅。大家見到啦，呢度近銅鑼灣呢邊嘅入口嗰邊個位置呢，就有大概係整個市集所佔球嘅足球場嘅一半嘅位置，大概係一半啦。呢一端係空咗嘅，只係圍板封住。另一端呢，近天后嗰邊呢，先至係正式嘅市集，家鄉市集嘅位置。而剛才見到嘅人流都係稀疏嘅。圍板嘅寫住咧就工程啦，進行中，請勿走近啦。至於剛才見到嘅片段，就見唔到有任何工程嘅操作啦。至於呢度咧就寫明呢度嘅足球場呢個部分呢，就4月30號至6月10號叫做1及2號足球場呢，都係維修嘅，暫時關閉嘅。至於實際嘅維修或者佢嘅操作係點樣呢？暫時鏡頭之內就見唔到㗎啦，只係見到有圍板圍住嘅啫。至於呢度有幅地面場地平面圖，亦都清晰見到，除咗係中間有出入口嗰個位置以外呢，近銅鑼灣嗰邊呢，有2個足球場都係空置。聲稱係做維修，但係鏡頭見唔到有任何嘅操作。而另一邊呢，主要嘅場地位置都係集中喺近天后嗰邊嘅。呢度個平面圖都清楚顯示咗家鄉市集嘅佔嘅面積實際係大概一半呢度足球場嘅位置，而實際嘅場地嘅顯示嘅內容呢，就係1、2號呢，就係應該係做維修嘅，而3號呢，3號足球場呢，就有啲出入口區同埋啲拍照區，同埋有部分嘅檔攤。4號係主舞台。5、6號即是近住天后地鐵站嗰一邊
嘅入口，就係比較多而係主力嘅攤檔嘅位置啦。依家呢度係銅鑼灣地鐵站附近嘅入口嗰個位置，人流係疏疏落落嘅。咁樣我哋嘅直播喺維園家鄉市集嘅直播亦都差唔多到此為止啦。多謝各位收睇蘇一喺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家鄉市集嘅報導，拜拜。